喜歡的食物。小息的時候，小東、美美、古朗和我討論大家喜歡的食物。美美說：我最喜歡吃香脆的東西，所以我最喜歡餅乾。小東說：我最喜歡吃肉，所以我最愛香腸。香腸又美味又可口。古朗說：我最喜歡甜甜的食物，特別愛吃雪糕。夏天時吃一口雪糕，涼涼的，舒服極了。忽然，大家聽到一陣咕咕的聲音，原來是從我的肚子發出的。聽到大家說了那麼多美食，我的肚子也餓得咕咕響了，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來。讀一讀小息，討論食物，餅乾，香腸，美味可口，雪糕，肚子，舒服